今年上尾一天，台股宏观收跌28,963点，创下历来收盘上悬的纪录。台积电收盘是冲到1,550块，市值来到40兆。不过学者就是提醒这传统产业衰退、发展动起平的状况，恐惊会维持到明年。2025年上尾一天，台股开始宏观日的大表演，大盘开悬走悬，收盘28,963点，起256点，收盘指数和宏观指数两个拢创新高。来看今年台股加权指数对年初23000点左右起跌落来，接落来4月经过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，一天就大落2065点，3天大落3906点，创4月初9收盘上低点17391点。接落来伫半导体正强的出口带动之下，一路加油转来，到徛起伫年尾上关点，今年大起5928点。我们可以讲说，今年的台股是非常旺的一年。虽然经过4月的这个关税，但是台湾还是挺过来了，代表我们的科技实力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。台积电伫31嘛创天价，收盘1550块，起30块，市值起得到40.19兆。台积公司嘛伫官网报喜事，公布日内面制定技术已经预期伫2025年第4季开始量产，业界进一步预估，上紧伫明年第3季开始会当贡献营收。大盘冲关，股民敢有感觉？根据全体上市公司的总市值，2025年到台票94兆3589亿，增加差不多20.46兆。若是以11月底台股投资人的开户数1371万人来算，股民平均大个人会当摕到149万。我不相信呢，除非是买那种台积电比较特别的股啦。大家平均起来应该是有差不多这个数字吧，就是有的人投的比较多，有的人就会赚的比较少，就是这样。那在这么高的关税之下，那我们的那个传统产业他们的出口的状况，其实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当的低迷。石化还有那个工具机、机械设备、金属五金，这些都是。不过学者嘛提醒讲，虽然半导体出口是真旺，但是嘛袂当无看到传统产业衰弱的影响，厂商都算摕到订单，嘛因为关税、汇率等一堆因素唔敢生产，恐惊会影响一寡产业起嚟，其他产业煞落落来畸形经济状况，而且可能延续到明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